零件供不應求，令電腦價格亦水漲船高。而家啲價錢就加得好勁，所以個價錢而家起碼係要砌到高嘅 AI 機咧，起碼同之前爭5倍。如果你遊戲嘅機，你半年前嗰啲大概6000至1萬蚊啦。咁如果你話對比下而家咧，就最基本都8000起㗎啦，去到15000-16000蚊。最基本嗰個即係同一個配置 range 入邊。咁你調翻轉頭，你 AI 機嘅話，你之前砌一個可能2萬蚊到嘅，我諗而家砌都要4萬幾至5萬㗎啦。過去半年，由暫存記憶體 RAM、固態儲存碟 SSD 同決定 AI 系統運算力嘅圖像卡價格全面急升。你容量嘅話，如果你 RAM 你打機嗰啲遊戲機啦，就大概32GB至64GB RAM。但係如果你話玩到 AI 嗰啲機咧，你入門都要64GB。只係有時啲價要好快決定，因為佢嘅加幅可以好大，試過一日爭成20%。有啲高嘅要求就會將2張。而家呢啲高階嗰啲做 AI 嗰啲嘢都供應開始慢慢短缺㗎啦。佢表示，除咗組裝機昂貴，亦有客人買 NVIDIA 出嘅原裝廠機，或者第三方廠商嘅廠機，但價錢同樣不菲。預設規格機嘅售價大約3萬至4萬，比以往一般1萬幾2萬蚊貴得多。本身做軟件開發起家嘅李敬華，2023年開始為中小企開班教授人工智能課程。佢話3年前大型語言模型 ChatGPT 掀起人工智能熱潮，當時大部分人都唔願意俾錢使用生成式 AI 服務，但近期情況出現改變。唔少人都因為免費 AI 模型冇辦法滿足用家應付日常工作嘅需要，而變為願意使用俾錢嘅 AI 服務。最熱門就係文書上面嘅工作，即係話 AI 可以代替咗好多文字工作嘅。咁所以如果你話用一個免費嘅版本嘅話咧，好多時寫出嚟咧，佢無論個語氣啊、風格啊、格調啊，甚至係長度啊、裡面嘅深度啊，都未必合乎理想。所以就一定要用一個比較高階嘅 AI 模型。咁呢啲高階 AI 模型咧，都需要俾個月費先至可以用得到嘅。近期人工智能代理程式大熱，尤其係被戲稱為龍蝦嘅 OpenClaw 開源程式，因為能夠不眠不休，代用戶自動執行唔少日常電腦工作。喺內地更掀起下載熱潮。早前騰訊喺深圳舉行嘅龍蝦領養會，免費協助用戶安裝 OpenClaw，就吸引近1000人參加，而 NVIDIA 同唔少內地科技公司亦紛紛推出客製化龍蝦程式，等用戶接駁自家嘅人工智能模型。李敬華表示 ，OpenClaw 受歡迎，進一步將生成式人工智能應用變得更普及。而佢自己每個月亦會花幾千蚊養龍蝦。我哋平時咧就係幫襯嗰啲即係對話式嘅 AI。咁對話式 AI 你俾一個月費咧，咁你就一路就每日同佢傾偈。咁但係喺 OpenClaw 呢個形式嚟講咧，佢每一次對呢個 AI 作出一個要求咧，其實都係收緊錢㗎啦。即係你問佢一個問題，佢答你一個答案，你叫佢做一樣嘢，佢做完做翻俾你，每一個動作都係錢嚟嘅。咁就變咗唔係一個月費可以做到嘅嘢。咁呢個就係即係令到有啲人佢如果係即係玩得精嘅話咧，其實佢哋係會好燒錢。即係我自己嘅例子就係話，我上個月玩 OpenClaw 係用咗差唔多3000幾4000蚊港紙。唔少人為養龍蝦，近期更令蘋果旗下一款小型電腦出現搶購潮。不過李敬華提醒，無論喺雲端安裝或者直接喺電腦安裝運行龍蝦程式，其實唔需要用最新款嘅電腦嚟執行，反而從資訊安全嘅角度，用舊款或者一段時間冇用嘅電腦嚟運行，其實會更安全。喺自己個 notebook 嗰度咧，咁你就會俾佢接觸到你嗰啲檔案啊，可以俾佢接觸到你個網絡啊。咁然後佢有冇自己即係 download 一啲有毒嘅軟件落嚟啊？咁你就唔知嘅。即係而家 OpenClaw 嘅生態咧係一個社群生態嚟嘅。冇一個監管嘅，冇一間公司嘅，咁所以每一個人咧都可以寫一啲即係 plug in 啊，或者寫一啲 skill 啊啲技能咧，就俾個 OpenClaw 令到佢即係可以增加多一個技能。但係好多呢啲即係唔知邊個寫嘅一啲 plug in 咧，其實好多都係有毒嘅。除咗接駁雲端運行，
李敬華建議，用家可以另外考慮接駁一啲用內地領先嘅開源模型，例如 GLM5 同 DeepSeek 等，然後喺自己電腦運行 AI 模型，亦可以解決資訊安全問題。但呢種方式就需要一部昂貴嘅高階電腦先做得到。